2006年會考卷 1B 第5條，題目就話咧，吳小姐喺運輸署裏邊咧開發咗一個電腦控制系統，主要係傳送紅綠燈嘅顏色，例如0就係綠燈，1就係紅燈，然後傳送佢嘅秒數，咁咧可以傳送0至128秒，紅燈50秒，綠燈112秒咁樣啦，用二進制嚟傳送。咁呢部分咧，響呢條題目嘅 A 至 C 部分就會有問到啦。而 D 部分咧主要講網絡安全嘅，咁我哋睇睇題目啦。佢話呢個系統咧連接咗某一個網絡，淨係俾運輸署嘅員工使用嘅。吳小姐咧擔心可能有黑客入侵呢一個網絡。黑客咧，我哋嘅對付方法就係裝防火牆啦。咁呢條題目咧直情話埋俾你聽，裝防火牆就唔係問你要安裝啲乜。黑客就用防火牆嚟擋啦，電腦病毒就係防病毒軟件，兩個係有唔同嘅角色嘅。咁咧睇睇第一條啦，佢話佢決定使用專用網絡。咩叫專用網絡呢？例如啱啱講嘅，淨係俾運輸署員工用，運輸署嘅員工咧可能有個使用者名稱密碼，有呢個登入先至俾你用呢個網絡服務嘅，咁就係佢專用嘅網絡啦。咁相對應該比較安全嘅，因為如果你冇呢組使用者名稱密碼咧，係入唔到呢個網絡，用唔到裏邊嘅服務嘅。咁但係佢話咁安全咧，佢仲希望安裝防火牆，點解咧？咁換言之，呢條題目咧唔係問你用防火牆嚟擋黑客，而係要問你咧點解相對安全嘅情況之下，仲有咩風險？點解仲要用防火牆嚟擋黑客？咁我哋就要諗下有咩風險啦。黑客最大嘅來源當然就係互聯網啦。咁所以咧，其中一個可以嘅答覆咧，就係話喺呢個專用網絡裏邊咧，可能有連接互聯網嘅。安裝咗防火牆之後咧，就可以避免黑客透過互聯網入侵呢個專用網絡啦。要先講嗰個黑客嘅來源啦，互聯網啦，然後防火牆嘅功能，避免佢透過互聯網入嚟，咁就2分啦。好，除咗互聯網之外咧，我哋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嘅，當佢冇連接互聯網啦。咁仲有咩可能會有黑客入侵咧？咁就係內部網絡啦。例如黑客潛入咗呢個運輸處，透過一部已經登入咗嘅機咧，咪可以 hack 入另一部機咯。咁所以另一個可能性我係可以咁答啦。黑客可以透過專用網絡嘅另一部電腦進入網絡，安裝咗防火牆之後咧，就可以避免黑客透過呢個渠道咧入侵呢個電腦系統啦。咁呢度咧2種可能性，你揀其中一種解說嗰個風險喺邊度，同埋防火牆可以點做就得啦。好，D2部分，某個員工可能偷咗吳小姐嘅密碼，於是就可以用佢嗰個密碼咧進入到呢個網絡度啦。咁就唔使用咩破解嘅方法，偷咗你個密碼就直情名正言順咁入咗嚟啦。除咗檢測用戶 ID 同密碼，呢個係佢個專用網絡，就係 check 下你個 ID 同密碼啱唔啱。除此之外，建議多2個可以加強保安嘅方法。咁通常佢講啦，建議加強保安嘅方法咧，2個就唔可以用同類型嘅加強保安嘅方法嘅。其中一種我哋最常用嘅方法咧，就係生物特徵啦。咁呢個係其中一種。咁即係話，除咗使用 ID 同埋密碼之外，仲需要檢測佢嘅指紋，先至俾佢登入呢個系統。咁你偷咗密碼都冇用啦。咁除咗指紋之外咧，仲可以有虹膜啦，仲可以有聲紋啦，仲可以有面容識別啦。咁呢一啲都係而家好常見嘅一種生物特徵嘅辨認方法。咁咧，而呢一堆咧係一種嚟嘅。咁所以咧，你唔好講指紋、虹膜咁當咗2個啦。咁呢個咧係同一類。咁你喺頭先嗰類裏邊咧揀其中一個，用使用者名稱密碼再加面容識別咁樣啦。咁係其中一個啦。好，另外一個除咗呢啲生物特徵之外咧，好多時我哋都可以用一個外加嘅裝置，例如除咗輸入使用者名稱及密碼之外咧，亦都會傳送一個 SMS 一個短信去吳小姐嘅手機。輸入咗呢個短信資料咧，先至俾佢進入。咁呢個咧叫雙重認證。除咗一個使用者名稱密碼之外咧，用手機嚟認證，咁呢個雙重認證啦。咁我俾多一個你，咁去3揀2，咁你頭先嗰2個已經可以啦。系統會問你一啲個人問題，例如你出生喺邊個城市啊，你嘅小學係邊間啊，你最中意嘅寵物叫咩名啊，問一啲個人先知道嘅問題。
於是咧，除咗使用者名稱密碼嘅登入之外咧，加埋呢一度3條嘅問題，答啱晒先俾你進入。咁呢啲咧都係而家我哋會用做一個咧2重嘅保險嘅一啲方法嘅。咁啱啱講咗嗰幾類，咁你揀其中2類嚟到填入去就可以啦。